就我们甚至谁该投诉起债，你当我讲失败在我跑的，日天日实想想人忙啦忙忙吧，有60几30几，还有20几块10几块，哎呦，再比那个真不快3呢，真的谁是理财也是夸张，只有给他一个孙子，谁说退休工资3000不用不让给他说啊？因为我想出债，有的对这个海对关个海，还不如对自个海。现在来一份三花面搭搭，为了送一瓶花枝酱鱼，不说的些人呢还谈得上浪，所以花枝不是100个多。3年之前孙子养出来，我抽脱子整整3年的退休工资，打了亲子1年的额塞。所以讲一场失败不快3，我上对得起立中，下对得起子孙孙。况且一个人如果4到4个脸，不冒失败，这样青蛙不倒，不是个块脸，不为3毛1张，这样把米为我个西上市，弟弟那个对。阿漂亮，漂亮，阿欢喜啊，不合适，那还不欢喜家？不快3，哼。